嗨，唉，等咗好耐啊！一陣啫，坐。唉，咩咁煩啊？冇啊，我想攞部車去扮靚啊，但係咧又唔知邊度有好嘅維修公司。啱啦，咁呢餐茶咧，你抵請我飲啦。你有好介紹啊？梗係啦，乜你唔知我網名叫做車壇字典咩？車壇字典咁型嗱，等陣我帶你去間東榮汽車維修中心咧，咁佢哋咧就啊！我唔係淨係想維修咁簡單㗎，我仲要整埋頭燈啦、呔鈴啦、座椅啦、打蠟啦，因為樣樣嘢都夠啦。得冇問題。嗱，東榮汽車咧，無論機件維修保養，車身內外都照顧周到，真係名副其實一站式服務。啱唔啱聽啊？好啱聽啊！而家唔好講咁多啦，即刻行啦！你未俾錢㗎，又話你請嘅。嗱，冇介紹錯啩？東榮汽車咧係第一間榮獲 ISO 9001:2000優質管理證書嘅公司。佢哋呢度嘅維修中心咧，佔地成4000尺咁大嘅，設備又齊全，有冷氣啦同埋抽風系統。咁啲客人嚟幫襯咧，自然又健康啲啦。仲有，我哋可以上嚟2樓呢個休閒室，正正就係我同你坐緊呢個位置啦。哇！呢度好舒服啊！誒，到我架車啦。係啊，嗱，而家啲技師咧正在檢查要復修嘅部分，例如大燈嘅污跡啊、座位嘅裂紋啊。不過你嘅車嘅鈴真係幾花嘅喎。咁第一個復修嘅部分就梗係套合金鈴啦。技師會先用清潔劑清潔埋藏喺合金鈴裏邊嘅比例粉同埋污跡，用強力高壓風槍吹走啲水漬同埋啲塵埃。吹乾之後，就喺花粒嘅位置上面搽上修補合金鈴專用嘅鋼灰。過一段時間之後，等啲鋼灰完全咁硬化，跟住就可以開始慢慢咁打磨，直至全個合金鈴表面平滑。但係打磨期間係要好仔細同埋小心，如果呢個時候出錯，咁就要從頭開始過㗎啦。打磨完畢之後，就可以攞去焗油房度焗油。為咗噴油效果更加美觀，技師會將唔需要修補嘅部分用膠紙封住，咁樣噴出嚟嘅效果就會自然同埋靚得多啦。而家開始噴第一層底油，你知唔知啊？底油好重要㗎，底油做得好先至可以令鈴面噴出嚟更加光滑。淨係底油啊，都要噴成5、6次㗎。底油噴完之後，當然梗係噴面油啦。你睇下，噴面油之前要換噴槍㗎。因為噴面油需要更加細緻，咁噴出嚟嘅效果先至靚，夠晒專業咧。嗱，噴油呢個程序呢，仲要等一段時間嘅。咁不如我哋去睇下另外一個要復修嘅部分啦。咦？啲技師喺度拆緊啲乜嘢呢？哦，原來拆緊盞燈出嚟清洗。但係拆燈之前呢，要做好多保護功夫㗎，防止整翻條泵把啊嘛。嗱，話咁快就拆咗條泵把啦。首先將盞燈嘅扣碼拆晒佢。然後就用專業嘅加熱槍將側面嘅防水膠溶解。不過大家千祈唔好亂咁試，因為加熱槍嘅溫度咧好高嘅，同埋溶解嘅時間係必須要恰到好處。如果唔係，燈殼就會變形同埋溶解，唔可以再翻用㗎啦。跟住就用呢兩支專業拆燈殼嘅特別工具嚟幫手。技師慢慢將燈面同埋燈底之間嘅防水膠慢慢咁分開。分開咗啦。再用專用清潔電鍍污漬嘅藥水，好小心咁清洗燈裏邊嘅電鍍。哇！你睇下幾污糟。好啦，可以吹乾啲藥水，再將盞燈嘅電鍍同底殼拆開。檢查裡面嘅電線有冇問題，因為車頭燈嘅熱力非常之高，所以電線喺某段時間就會損壞。如果唔定時咁 check 下，有機會因短路而着火，咁都幾危險㗎。最後將盞燈用特別嘅防水膠將外圍嘅邊位結合好，用2000號幼砂紙清除燈殼表面上嘅花痕同埋污漬。
最後搽上專用嘅保護蠟膏，再用打磨機拋光。你睇下洗完盞燈之後靚唔靚？輪到復修皮座椅啦，見到技師好細心咁將唔需要噴油嘅部分封住，搽上專用嘅皮灰，作用係將要修復嘅皮夾裂紋增補平滑。用專業加熱槍烘乾皮灰之後就可以噴油。其實修復呢個部分需要嘅經驗同埋難度係要求最高嘅。如果皮漆有顏色調校得唔好，張凳就會唔啱顏色㗎啦。最後就係幫架車打水晶蠟啦。喺打蠟之前，一定要用清潔劑洗乾淨架車，徹底咁清潔。用強力嘅風槍將留喺車身上嘅水漬吹走。呢啲蠟位連毛巾都抹唔到㗎。跟住用膠紙將全架車嘅膠邊封住，避免打蠟嘅時候啲蠟膏黐咗上去，令到膠邊會變白，咁就唔美觀㗎啦。見唔見到技師用咩嚟擦車身啊？係起污漬專用嘅泥膠，唔係小朋友玩嗰啲喎。肉眼睇唔到嘅污漬都可以起出嚟㗎。唔好以為咁就乾淨喎，因為平時喺馬路上行駛嘅時候，會有好多油漬由輪胎彈上車身。咁技師呢就會用魔術棉清除黐喺車身上面表面嘅油漬，再用專業嘅研磨器打磨，確保所有嘅油漬污漬完全咁清除。嗱，開始用打磨機打磨車身嘅幼細花痕，我哋成日講嘅蜘蛛網紋就係呢啲啦。咦？點解會另一個打磨掃？目的就係要打磨比較粗嘅花痕啊！好啦，可以打水晶蠟啦。水晶蠟呢係分3層步驟去做嘅。第一層係強化車身漆油，第二層防乳酸，第3層光亮薄膜，再用返人手塗上一層保護薄膜，用嚟保護水晶蠟表層。等15分鐘後，再塗多一層鞏固薄膜，咁就大功告成。你睇下做完水晶蠟之後嘅效果。哈！時間啱啱好，等師傅裝埋到拎就搞掂晒啦。哇！等我睇下架車先。咦，原來打完蠟之後好似塊鏡咁靚㗎喎。咁我下次補妝都唔使帶鏡出街啦。哇！你咁誇張？哇！而家慳咗咁多，即刻去 shopping咯。喂，拜拜。你未找數㗎？